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。今日主要新聞有：內華達州聯邦眾議員推動聯邦住房改革法案，爭取增加5000個平價住宅單位；內華達州教育程度被評為全美倒數，高薪職位流失情況引起關注；同埋 Maryland Parkway 近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路段展開新工程，預計交通會變得擠塞。喺進入詳細報道前，衷心感謝各位對頻道嘅支持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內容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並分享。特別提醒微信嘅朋友，若果無法直接點擊訂閱，請點擊右上角嘅點點點選擇，喺瀏覽器中開啟並跳轉至 YouTube App， 咁樣你先至能夠第一時間收到最新資訊。繼續詳細嘅新聞報道。喺民生與財政資訊方面，內華達州聯邦眾議員 Susie Lee 正式推動一項聯邦住房改革法案，目標係喺拉斯維加斯谷地增加約5000個平價住宅單位。如果呢項法案獲得通過，符合條件嘅家庭預計每月可以減少200至到400美元嘅租金支出。Susie Lee 眾議員指出，內華達州嘅住房危機已經到咗臨界點。聯邦政府必須介入，以防止投資者惡意抬高租金。與此同時，博彩業嘅消息亦都反映出經濟走勢。內華達州博彩管理局公布，超級碗 LX 嘅博彩獲利僅為990萬美元，係近10年嚟嘅第三低。雖然投注總額依然超過1億3000萬美元，但獲利大幅下降，意味住政府撥款用於公共建設嘅博彩紅利增長將會放緩。另外 ，Station Casinos 公司喺財報會議中對新嘅度假村項目保持沉默，由於公司正喺度觀察市場利息走勢，原定增加嘅2000個新職位可能需要延後到2027年先至能夠實現。喺司法賠償方面，一名長期詐騙業主嘅裝修承包商被克拉克縣地方法院判處1至7.5年嘅監禁。8名受害長者將共計獲得24萬5千美元嘅賠償金返還。內華達州承包商管理局提醒居民喺簽約前務必核實對方嘅營業執照。喺社區發展與交通安全方面，最新嘅年度教育研究報告顯示，內華達州被列為全美受教育程度最低嘅州份之一，排名第46位。呢種情況導致高薪職位持續外流。當地居民嘅平均年薪可能比高教育程度州份低約15000美元。州教育部表示，正計劃加大對基礎教育嘅職業教育投入，以填補產業技術差距。喺交通方面，位於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附近嘅 Maryland Parkway 道路工程已經進入新階段，從 Flamingo Road 到 University Road 嘅西側車道現已封閉。工程將持續到3月2日。地區交通委員會提醒司機，通勤時間預計會增加10至15分鐘。深夜部分路口會全線封閉，建議繞道 Swenson Street。治安方面，拉斯維加斯市中心 North Bath Street 200號路段發生咗一宗兩死命案。大都會警察局已將此案定性為謀殺後自殺案，對公眾安全已經唔構成直接威脅。另外，北拉斯維加斯警察局正調查一宗校園體罰事件。Innovations International Charter School 嘅一名教師涉嫌對自閉症學生動粗，目前該教師已被停職，校方正配合警方調查。喺社區服務與休閒環境方面，拉斯維加斯東部以及部分荒地路段出現非法廢物堆積問題。克拉克縣環境局呼籲市民利用手機應用程式舉報非法傾倒行為。違者最高可被罰款1000美元。南內華達州紅十字會則發佈咗服務報告，舊年該機構平均每11小時救援一宗火災。目前紅十字會正呼籲市民參加免費安裝煙霧感應器嘅活動。此外，縣政府正係推動社區美化工程，將20個選定路口嘅公用電箱變身為歷史地標畫布。預計可以減少15%嘅非法塗鴉清理費。最後喺戶外安全方面，救援隊喺 Virgin River 峽谷深處成功救出一名受困4小時嘅獨木舟愛好者。
救援隊提醒市民，近期水位波動較大，進入峽谷活動時必須攜帶全球定位系統設備以策安全。今日所有新聞已經報告完畢，最後再次提醒，如果你覺得內容實用，請務必點讚並訂閱支持。微信嘅朋友請記得跳轉至 YouTube App 進行訂閱，以免錯過我哋每日嘅更新。你嘅支持係我哋持續創作嘅最大動力，多謝大家支持，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。